讲讲讲，导师真言在手，人人希望无穷。只要你懂星座，人际关系不出错。给布尼为大家带来一股充满活力的自由之火。12星座中的乐天派射手座，耶！终于等到我们了，呜呼！哇，感觉气氛都活泼了起来。那么我们甜甜来看看射手座都有怎么样的特质吧。Freedom 自由，先去这里的话会不顺路，可是董族要在这里吃，中间还要去这个景点。姊妹，你还在看行程哦？对啊，有些景点可能要早点起床去看。哎呀，旅行不就是要 free 吗？随头自然醒，少几个景点也没差啊。哈，餐堂都听了呀，我想说到时候再看附近哪间餐厅好吃哎。松拜出去了，你临时想吃的每间餐厅都客满。啊，不好意思哈，要汉堡 V 哈，要等2个小时哈，请你们在现场等哈。我大伯都这么倒霉啦，行程随便排一排就好了。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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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还你一罐。稳定的干劲，行动派。停，被失修罐。哦，好可惜哦，难得出来玩的说。碰到安桑在这里光1-2个小时的，怎么办？别在意啦。我之前查过，这附近其实还有很多景点能去哦，有装置艺术，有工业，还有小市集，我们到处行聊聊吧。呀，这点突发状况不算什么啦，打起精神来吧。呢，姊妹。呀，干脆照这个气势，哈猪的行程都不去了，就留在这去玩吧。不要，好像还有烟火耶，找个民宿住一晚好了。先止口快，天然黑。这里的星光透照，馒头男孩，这是前阵子被骂得很惨的那个游戏吗？弹弓内容无趣又很重氪金，都是靠人气角色在撑。感觉最近这种游戏很多只要角色长得好看就好啊，再无聊还是一堆人在玩。爸爸，别这样啊！这游戏有跟馒头男孩合作有点不懂为什么他那么红这我觉得他没有很帅吗？歌也很普通吧？这我觉得他演唱会都对嘴唱的吗？对，只有你觉得。妹妹，别这样。射手座的他天生爱好自由，不拘小节。虽然哈拜感觉坦率过了头，有点不受控制，但并不是没头脑的横冲直撞哦。要比喻的话，就穷黑一股稳定的正能量吧。这股热情冲劲就是他们最大的魅力了。耶，冲哦！刚给布尼给讲真的讲，秋都要告一段落了。俺黑公公，我们下周见！别忘了订阅、分享小铃铛。讲真的讲，下次见。